国家人权博物馆伫这个拜六礼拜被演出非人接社的动物红仔剧场《天堂动物园珍珠泥地事件》，透过4种罕见动物的冲突，传达文化多元、尊重差别的理念。导演赵培菊利用导演甲音乐，让观众有浸水式的体验，感受到统治者甲被统治者之间的情绪。据你而言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可怕。一群来自理想国的动物，因为天灾人祸逃难来到拉里古的国家，不过却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，被关伫收容所，自由受到限制，连买一杯珍珠泥茶嘛会出代志。惠林一社剧团的导演赵培菊，特别经4种已经断症、甲特别绝症的动物做主角，向观众传达尊重多元族群的理念。动物们其实大家的体型本来就比小小的球鱼还要大很多，所以事实上在相处过程上面就是产生一些摩擦跟一些误会。那么当时会选这些动物，其实是在想我们想要讲的是多元种族的融合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就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是怎么样？在戏剧当中担任当红仔师傅的陈家豪，需要参红仔互动。伊讲，这出戏上有挑战、嘛上深刻的所在，就是爱变换声音甲动作，让观众看到两个角色的分别。我自己讲话的时候，我头的动作也会比较多。然后换他讲话的话呢，就是我的头的动作会比较多，然后自己人就要定下来，就是稍微做一个区分。用动物红仔讲故事，传达多元文化、尊重差别的观念。惠林一社推出的剧场《天堂动物园珍珠泥地事件》，11月19甲20，要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来演出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